为了感谢这国军保卫国家的贡献，总统赖清德真正希望航空公司会当予军人大升升等的福利，也呼吁大会场伫咧军人间的福建一军人优待，希望企业做回来响应。甚至传出讲，这餐饮业者收到经济部的公文，不过经济部竟强调，只有先敲电话问意愿，无强迫，也无发公文，完全尊重业者意愿。 总统赖清德接军伫团结国家10讲来呼吁各界予军人福利斗阵进军，除了优先登记、升等商务舱以外，也希望更加侪企业响应。真侪有名的超商业者讲，93军人节本来就一直有相关优惠的计划，大卖场的业者也讲，其实每年都有规划专属的活动。好比说像指定品项。 满额会有一些优惠的回馈，购买某些商品，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指定的折扣，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出示证明，你还可以再加价购。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陆续的规划进行中。 伫企业参加的部分，去年台北101除了经过9月，国军会使免费参访。环境单以外，也推出限量军装版的93联名乖乖，甚至甲国防部斗阵推出许多的活动。今年是强调绝对延续多年以来建军专案。不过，其实传出有餐饮业者收到经济部公文，内容是要求伫军人食饭时提供拍折优惠，而且无只是形式。 不过，经济部澄清，商业事实先敲电话问业者意愿，无强迫参与，也搁再讲到无发公文。作为全国性的商业代表团体，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国军。当然，我们也会积极的跟政府来沟通协调，希望可以尊重个别业者的意愿跟营运状况。 有超过800间企业会馆的台湾连锁家名促进协会讲，会着小会证响应名单，并且公开来推广。调解立委虽然欢喜看到响应，不过在野党是呼吁政府先做好配套补助，甚至应该支持进行通过军人加薪法案。 总统的用意也是希望让军人得到更多的尊重跟支持，是鼓励的形式，然后务实的对军人好的话，那其实应该是直接减价在他们的高铁跟他们的火车上面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在这边呼吁说，左荣泰院长，既然总统都已经发布公布命令了，未来军人可以加薪，那其实我会建议军职员不要去释宪。 国民党甲民众党进行推动3读的军人退步条例，虽然总统府已经公告，不过行政院是不是实现？行政院只是讲也伫问专家意见，评估各种合法合宪的救济手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